就开始。对，吴老师呢？要等他吗？不用了，不用等，没关系。对，没关嗯，系。对，他可能忘好，记了。对啊，来好kita sing-sing 50. Kalafian terima tini hao. Mapatulay to kamo. Hai, ni sa tapang to kita hao. Maraulay to ko tatukian to pi sa tapangan namita. Ladudoon namita ka nachilay tayang namita hao. Nanay kita mapulong asinsi. Sa kapulungan hanumita apangiha irato ka fanaan miso akakangulo hao. Hati ni aza ko paiser numako kitanan. Sa tapangan do namita凯明。好，谢谢慧老师。那个我们就开始哦，因为吴老师可能我下午还有跟他联系了，他可能在忙。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讨论的东西哦，主要是讨论3个部分。我们先讨论一下那个我们的有总共3个教材哈。我们先看第一个教材。第一个教材哦，原则上该写的都写差不多了，然后还没有写完呢，已经快15000字了。那这个第一份教材哦，原则上，因为它比较是属于是那种语法的东西哦，比较硬啊，所以它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各位去做格式上或者是排列上的一个修正。大家看那个都在格子里面哦。如果你们以后要练习编教材哦，我就建议你们用这种方式，最后再把格子隐藏就可以了。那我们等一下会讨论那个，就是那个重叠词的部分哦，我把它做最后的确认。好，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可能就跟各位比较有直接的关联哦。我们的教材2跟教材3哦，我想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内容已经大致上底定了，我想要跟各位确认一下我们那个单元的设计哦。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个我们看第2个单元，第二本跟第2本的内容哈，我们看一下它的目次。这个目次是根据各位的提供的那个什么建议哦，去微调的哦。因为原民局说一定要10个单元，那我把各位的某一个单元哦，把它再拆成2个哦，总共会有10个单元。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的那个第一个单元叫采集者哦。好，那我们来对应一下我们第一个单元的设计的概念哦，这个就是采集者哦。好，大概它的内容哦，我们看一下那个蓝色的部分哦，它是主标题哦，蓝色底下哦又有子标题哦。好，我念给各位听哦，因为这个格式确认后，我才能够把各位在网络上讨论的内容填进去。好，我们第一个哦，我们看那个第一本的，第一本的最后一个倒数2个单元哦，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编这个3本教材的目的哦，就是我们的目的是把语言本身跟原住民知识体系做结合哦，所以1到8单元哦，大部分是写那个阿美语的语法结构哦，到第9单元跟第10单元，我们才会开始跟原住民知识体系连结哦。那我们用连结的策略是用那个同心圆的概念哦，大概就是第一本的收尾的部分哦，结尾的部分，从阿美族的语法结构发展出同心圆的模式，
再用同心圆的模式去解释阿美族的知识体系哈。那它的同心圆长这样，这个图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哈，大概之前很多人都讨论这张图。这张图大概就是我们用这个图去解释阿美族的知识体系哈。应该不用再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个吧？还是讲一下，可能有些人忘记了。就是说，一般的学者专家对阿美族的知识体系或者是泛原住民的知识体系目前呢都是用那个图书馆的那种分类架构去做那个原住民的知识的分类不能说很蠢啊。你要花20亿去做这件事是很蠢。如果花100万，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他们要花20亿去做这个很蠢的事情，就是没办法接受。对啊，然后我们那个不太用那个中央目前他们在做知识体系的方向用那种很粗糙的图书馆分类的标准在做原住民知识体系分类那我们还是认为该族的知识有该族的分类的概念那它的概念来自于它的语言那大家看这张图它这个图就是从词根到构词到第3层，就是有词汇、词组跟焦点那最外围的那一层放大一点就是在解释那个阿美族的知识体系它总共从3个角度解释是什么、为什么、如何但是这样子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那用阿美族的概念，就是用焦点去做诠释阿美族的那个焦点有主事者焦点、受事者焦点、工具焦点、触手焦点、动作焦点、因果焦点大概有这些焦点。这些焦点恰恰就可以当做阿美族在解释这些词汇的概念大概是这样。这个应该不用讲太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概念是这样。我现在要等，就是要征求大家的同意因为这个第2本跟第3本跟各位比较有关因为是写你们的名字那第1本是写组长的名字，没差了组长没有关系吴老师、美惠老师跟三妹老师第1本是语法结构它那个东西的架构很难改变那我们第2本跟第3本，我们先把第1个架构先确认我把它缩小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单元我再给各位看一遍总共有10个单元总共有10个单元我们看这个，这是第2本的第1个单元里面有那个3个子标题同心圆分析就是第1个单元的第1个字，看蓝色的部分。第2个叫做传统知识分析第3个单元叫做句型分析。好，我们再看一下我那个画面跟我讲的时候没有同步那我们在同心圆分析的部分我再把它放大这样就比较确认了同心圆分析的部分就包含了第1个部分使用的词根那你们第2组就是用那个米沙邓那个沙邓跟米舍蒂那个舍蒂当整个采集的一个词根那我现在举例用表格的方式呈现就你们看一下那个表格是长这样它从词根、词缀、构词根到焦点到词组大家应该很容易看，这很容易。第1个词根是法邓词缀的话用了咪跟前缀咪跟后缀爱那构词有米法邓跟米法邓爱那它的焦点有米法邓嘟达嘟更这个是一个动作，它不是焦点这是一个词组。那真正的焦点在下面这个这2个才是焦点一个是米沙登爱都达都更采荣葵的人，第2个是米沙登爱阿发发希燕采菜的妇女这2个才是焦点那我们因为第1个叫做什么
采集者嘛，所以你要用所谓主事者焦点，用人物当成焦点。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概念变成一个步骤形成分类的依据。我刚刚还是要提醒，我们用该族的语言作为该族知识体系分类的标准法邓米法邓米法邓爱词组就是米法邓爱达杜更好，再来，我们再对那个词组进行分析不，对不起，对那个焦点还有那个词组你看用看这个图比较快。我们第二层是构词嘛，第三层会有词汇、词组、焦点。你们用手，如果是用手机的话，自己把那个图放大第三层就是词汇、词组、焦点那我们焦点确认了，词组也确认了，我们现在要确认词汇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采集者有哪一些我们大部分是女性有妈妈、长辈、小姐跟女性好，就这4个。好，那我们把这个4个丢到那个 AI 去，AI 写的比我好了。就丢到 AI 里面去让它跑它就把阿美族的那个，你就把这个东西丢进去，你跟他说如果传统的采集只有这4个角色，请问这4个角色的文化意涵是什么？他就会给你答案那这个就是答案。好，那第2个部分 OK 了再复诵一遍它有传统知识，有对应的词汇跟词汇的文化意涵。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句型的分析那句型的分析就是有动词句型跟名词句型这个在我们的第一个教材有提到那动词句型就是我举例前面3个我用动词来造句第一个米查登古拉阿盖因读达读更那位小姐在采龙葵。第2个米查登吉因那读达读更妈妈在采龙葵。第3个是米查登古马多阿塞伊乌马乌马汉年长者在田里采野菜这个就是3个都是动词然后根据不同的对象，它有改应、有依赖、有马多阿塞理解我的意思然后第2个名词句型就是用主事者焦点，什么意思呢？你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句子叫做乌拉改应古米沙等奈读达读更，什么意思呢？那位小不对，这个我翻译不对采龙葵的人是那位小姐正确的翻译。好，第2个是吉那古米达登爱读达读更，采龙葵的人是妈妈。第3个乌马多阿塞古米达登爱与乌马马汉，在田里采菜的是老人。好，大概就是句型分析会用动词句型跟名词句型那当然后面会很多种，有否定句、疑问句祈使句，什么句都有我只是用这2个句子当成句型，当成是一个分类的依据好，我讲完了。目前我们就因为这个第2本跟第3本的那个教材撰写的那个什么标题大概就是长这样我再讲一遍第一单元采集者，它有我们分成那个3个子标题一个是同心圆分析，第2个是传统知识分析，第3个是句型分析。那第一个标题的那个目录两个在下面在子标题有包括使用的词根跟形成分类的依据第2个传统知识的分析是本次那个对应的词汇它就是焦点所对应的词汇跟词汇的文化意涵第2个，第3个是句型分析，我们分成动词句型跟名词句型。好，大概我再复诵一遍，这样就 OK 了我们就开放讨论那讨论完之后，我们在那个讯息栏里面用1212来做一个确认因为
如果大家确认是我们的格式长这样哦，后面包括是建筑的，包括是采集、水上的、陆上的，全部都是长这样，只是内容不一样。好，那我先请问3位组长哦，那个吴老师、跟米粒老师、跟美惠老师有没有意见？没有，可以哦，可以哦，这么容易我被收买，也看得很好啊，看起来很好哦，真的假的？很清楚啊。哦，好啦，好啦，米粒老师 AI 的内容要看一下，我们看不到。老师没有关系，那个 AI 的内容哦，最后我会丢给各组去做校订的。哦，他写的一定是很概念的哦，嗯，原则上他蛮准的啦，就是说他在文字的叙述跟内容哦还是蛮精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各组哦去做那个校订哦，去把他的东西改一改，修正啊，不是改一改。所以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善用 AI 啦，蛮好用的，但是要下对条件呢。我下的条件是这样：阿美族传统采集的文化，以下有4个角色：妈妈、长辈、小姐、女性。那这些角色在阿美族文化的意涵是什么？就这样，你要这样子问他，他才会给你回答。哦，大概是这样。你们昨天不是有去上那个用 AI 写教案吗？就是这样啊。那米粒老师有上线吗？没看到。哦，没关系啦。那我们今天的也没有特别针对组长哦。好，其他的组员呢有没有建议的？就是说，主要是看那个蓝色跟绿色的部分哦。这个标题如果下定哦，后面全部长一样哦。有没有人觉得那个对这个标题有意见，都可以增加或者是修正都可以。有吗？哎，不要这样好不好？大家还是提出一点的。哦，我们那个哈，还是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大家没有听得很懂，都有听懂。哎，不然你们都听懂的，按一，就是按那个send讯息的。如果我怕我讲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听不太懂。如果听懂的，帮我按一，可以哈。明白了啦，明白。没关系，老师因为你比较聪明的，我怕有人听不懂，都听懂哦。哦，好了，都听懂，都要写哦，不然哦，到时候那个我们那个部落大学的时候，到时候有那个找委员来问你们他在干嘛的时候就糟糕了，要听懂。好啦，如果我看都大部分都一了，那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你认为我们这样的分类可以完全套用在我们第2本跟第3本的那个的架构上第2本就是所谓的采集的，跟第3本的建筑完全套用这个格式就是同心圆分析、传统知识分析跟句型分析3部分的也按一这个比较重要比刚刚那个问题还重要。如果确认，我就当你们全部确认喽。后面的话就是复制贴上，把你们之前在网络的内容贴上去而已。好，我们讨论不是也都是用这样讨论吗？对，但是这个老师这个是教材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教材是要给那个什么，就是两个对象看，第一个是考中高级认证的。第二个是对阿美族知识体系有兴趣的，就是这2种的。那我们用这种架构，是不是你们觉得很适合？问那个以利，你们觉得呢？看得懂吗？以利？刚刚我正要发表，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话？因为我想说，
我们最需要你们表达，因为像你们因为我刚要刚看到有，这样我看得懂。刚才看到他这样子那个做一个分类，其实就是很有架构，架构的内容也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凯明我觉得你接下来几本我觉得可以照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翻阅书的时候，我们在给中级、中高级在做阅读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会说，如果我碰到采集的部分，我该怎么去解释它？那就相对的，我们的东西模式都是一样，我们就会制约自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句型的架构，就会把它结构就会写得很完整，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执行。谢谢。好，谢谢以利，谢谢以利。还有没有？有没有其他的都 OK 齁？好啦，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以前你们自己写的哦，可能比较熟悉。好，那我们就确定哦，我们从第2单元到第10单元哦，还包括建筑的部分哦，我们全部都是用这个3个部分来做一个分析哦。好，那大概没有问题了。你们都有按1齁。录影现在要表达了哟。对对对，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表达现在是几点几分的表达？就同意啊。没关系啦，我看那个大家感觉很像都可以啦哦。对啊，没有意见就当成都认同。对啊。OK， 没问题啦齁。所以这个东西原则上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创新的哦。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哦。这个东西在原民会可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这样操作的哦，因为这个比较涉及到语言能力跟知识体系分类的能力。人家可是花20亿哦，拿那个我们百姓的纳税钱在开玩笑啊，用图书馆的标准在做阿美族的知识，不是原住民的知识分类哦。对啊，反正原住民缴的税没那么多了。好了，我们只能这样子安慰自己哈。有机会你们去中央的时候，就跟他们反映一下哦，不要乱花钱。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哈。你们刚刚有些人比较慢上来，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第一本哦。第一本哦，就挂名的是那个3位组长哦，还有阿力克老师哦。第一本的内容大致上已经都填上去了哦。我们等一下会讨论里面的内容啊，大致上快速的看一遍哦。它总共目前是14884个字哦，其实还有很多内容我还没有填进去，这字真的蛮多的。好，我们那个大致上那个，因为第一个单元哦，也就是到时候我会请那个3位组长跟阿力克老师哦，我们会针对里面的阿美语哦进行那个校订，或者是中文跟阿美语的翻译有没有正确哦，到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微调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重点哦，大概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叠字的部分哦。后来我上个礼拜结束之后，我还是有去问那个谁，问蛮多耆老的哦，那再做确认哦。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叠字哦，都是建立在既有的那个基础上面的。我举例说明哦，那个
我们现在就开始哦，我等一下要把这个复制过去。好，那个我们3位组长哦，就麻烦你直接帮我说这个对不对哦。好，第一个，我们那个咪福定哈，把那个福定加个那个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咪发福定是不是一直抓语？啊，你说什么？老师，你看那个画面哦，我用红色的字标起来了，你看正不正确？同志还没有红色的字哦，我没有，我有看到吗？等一下哦，它快要变了，哇，真的慢半拍耶。好，没关系，老师，那个3位组长先看哦，我们看第一个咪福定嘛，它后面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还有那个词根咪发福定，是不是一直抓语的意思？咪发复定，对啊，没有错哈。咪发复定，一直抓语。是不是？你要吵什么？咪发复定，对，就是一直抓语。没有错哈。对，好，等一下，我用跟大家更看。好，同理可证哦。第二个是不的时是？候，你怎么一直抓语？这发福定是干么？这个发福定是干么？为什么一直抓语？跟那个发就是连续在抓的感觉。没有错哈。好。哎，米粒老师还没上线，是不是？米粒老师忘记了，忘记了，忘记刚这边从这边离回家里。好，没关系。那我们第3位请阿力克老师哈，因为阿力克老师算第一本教材哈。阿力克老师有在吗？有啊，在啊。OK， 咪发夫定正确哈，一直抓鱼。对啊。OK， 下一个哈，咪沙沙凳一直捡菜，一直采菜，正确吗？对了，他的登山，对，一直捡什么？登山，他的登山就是一直捡菜。OK， 好，一样哈。我们之所以做这么繁琐的动作哈，是要把它的规则确认哦。好，第3个，你扎子 Q 在问你回答问题。咪扎子 Q 是不是？哎，这个小组长回答的就没有回答。好，赶快上线。哦，老师你在跟米粒老师讲话。因为他忘记。哦，我以为他跟我讲话。好，老师，咪扎子 Q 大家都正确吗？扎子 Q 是对了。一直捡贝壳是不是？对，扎子 Q 是按扎子 Q， 扎扎登山，阿福登山，对哈。那阿爸什么？美惠老师也正确吗？对。对啊，那个阿力克老师呢？阿爸，是的，扎子 Q，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你们三位先帮我一件事哈。如果你们觉得不对的话，就跟我反映哈，我后面都以此类推哈。好，我们就不要认同，我们就讲不认同的哈。好，如果不对，你们就发一下声音哈。好，米玛丽就是一直玩球，对不对？有没有不正确 ？OK 了。OK， 你看有发现规则了哈。我们上个礼拜研究了老半天，原来它很简单，它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去改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一直写字哈，咪哒滴哩，对不对？对呀，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小波兰的扎祖达山神祖达扎祖达咪扎祖萨，对不对 ？OK， 我知道。好 ，OK， 没关系，我在这边到时候再补那个字哈。
铁列是煮蛋，米煮蛋。好，那我们再下一个哈，我不要这样，等一下贴在后面。米嘎浪哈一样，米嘎嘎浪是不是一直哎，对嘛哈？哎，我发现这个规则是不是保证正确哈？啊，米古号、米嘎古号对不对？对，嘎果对哦，什么意思？喝汤。嘎果对嘛好山，嘎嘎啡山，我们叫嘎啡。嘎啡哦，对对，我有听过，对啊，嘎嘎啡山，嘎果好山，对啊，米嘎啡读古号，米古号古，就嘎啡。米古号读嘎啡，对对，有错吗？没有错，我就继续哈，一直砍树哈，米嘎吉浪对不对？正确吗？米嘎吉浪有听过吗？嘎吉浪山，他的工作吧，就在森林那个砍树的。你嘎吉浪哎啊，有一直砍树的意思嘛？哈，没错。职业啦，哦，米嘎吉浪爱是不是？职业啦。对哦，专门对，砍就树的职业。嗯，好，一样哈。米嘎嘎碎呢，一直砍柴。哦是砍柴哈，捡木材是不是啊？砍柴，嘎嘎水，砍木材啊。捡木砍木材，材，捡木材，也都可以哈。对，砍木材啊。好啊，米嘎嘎碎。好，一样，那个米嘎嘎不一直参加，正确吗？对呀。嘎嘎你嘎嘎不带，你嘎嘎不带进来参与，有那个一直参加的意思吗？有有没有？有哈。你嘎嘎不都少不？他一直参加那个活动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么说啊。你嘎嘎不， OK，也就是一直参加了，嘎嘎不沾。所以是对的嘛。哦，一群未婚的人在那边，你结过婚的人还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嘎嘎不沾都嘎巴。那个一直吃槟榔是不是这是吗？米啊 A 这，啊，对嘛，米啊 A 这，重复子音加 a， 对，是 r 啦，不是 e，对。哎，米粒老师你上线了。哎呀，当然咯，我被呼唤了。我以为你去日本玩了。米啊这对哈。OK， 好，那这个咪型哦，我们找到一个100%正确的规则哈，它只要是咪型动词，它的词根是名词的话，它只要把名词的词根重复子音加 a， 就是表一直持续的动作。好，认同的帮我按1。我们找到的规则就是这样，咪型动词，它的词根只要重复子音加 a， 它就是表示持续的动作。好，大部分都是1哈。OK，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我跟你讲，书本上没有人这样讲哦，这是你们自己找到的。OK，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就是妈型的动词哦，妈型的。那我现在就想要问，妈型的话，如果重复子音加 a 会有什么现象？好，那个妈哒哒呀是什么意思？是一直工作吗？还是互相工作？互相工作，对嘛？哦，好像不能翻成一词哦。互相。
互相工作哦。对呀、它这个哎也是名词，但是它是妈型的，它就会变互相。好，有没有人现场如果有翻成一直的，一定要发声哦，因为那个如果你那个部落有翻成一直在工作的话，你一定要发声，因为我要确认这个是完全没有例外的。好，我们第二个哈，重复子音加 a 哈，因为那个乌嘛本身没有乌嘛子音哦。马阿乌嘛，请问一下，马阿乌嘛是一直工作还是互相工作、互相耕田？互相耕田。是哦，所以米粒老师，你那边第一个感觉就是互相耕田嘛？对，对。那米粒老师，我再延伸问题问，他是我跟你的，你跟我的，是这个意思吗？我帮你耕田，你帮我耕田，是这个意思吗？哎，相互的，互相有一点放工的。帮。哦，对我懂了。所以那这个没错。叫马五妈呢，马拉巴六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叫很少叫乌妈，我们都叫妈妈八六，妈咪八六，妈妈八六，八六，八六，妈妈八六，没关系，妈因为那个八六。法律哈是那个咪型的动词哦，我们现在是在看妈型的名词词根哦。哦，你们讲那个一定正确啊。我们现在是在看妈型的哦，大家看一下哦，这个不是妈型的哦，我把它标一下哦。所以你们用的那个词根一定要是妈型的才行哦。我现在已经把填上去都是妈型的啦。哦，所以你们就根据这个它的词根去做判断就好了。所以现场有没有其他人的马阿乌嘛？你听起来有别的意思的，一定要发声了。有没有别的意思？它除了互相耕作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一直在种田的动作，有吗？没有。哦，那这个是规则哦。凯明，这个妈妈乌嘛是有一点，就是说，就变为田地。变成田地哦。对。那没关系，那我问一下哦，它本身是不是也有互相耕作的意思？这是没有问题哦。有，对，没有问题的。对。所以它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会变成田，是不是？对。哦，那跟马拉乌嘛还有什么差别？是不是省我们略了？就是变成地了，变成看地。对对对，刚刚那个米粒老师说马阿乌嘛有变成田的意思嘛？那跟马拉乌嘛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有一样的意思哎。马拉乌妈马阿乌妈，本来不是不是因为口语化的关系了？懒惰讲话了，对，少让他口语化的关系。马拉乌嘛，对，变成田地的完整应该是马拉乌妈。所以我们在讲话的马拉乌嘛一定没有错嘛，哦，但是马阿乌嘛，它可能就是互相耕作嘛，那也有可能有些地方是把它解释成那个变成田地。对， okay. 好，没关系，我们只要有互相的意思，这个就成立了哈。它有另外的意思没有关系哦。我们主要是说，它如果没有那个互相的意思，就有问题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哈，也是妈型的名词哈。这个应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呢。马扎吉拉这个有意思吗？互相出太阳，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能够解释吗，吴老师？这很像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太阳，就没有互相啊。对，对，只有一个太阳嘛，对不对？是。对啊。那个米粒老师，那我问你，如果我们在讲神话啊，如果那个不是有9个太阳的神话吗？ 9个太阳的时候，那9个太阳的时候，是不是马扎奇萨互相跑出来，它就有这个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有个太阳不在阿美族的神话里面。
不是那个李丽老师，我问你，比如说我们在做戏剧比赛嘛，是有是是， 9个太阳出来，太多了，天气很热，就有人要把太阳射下来嘛。对对对，我们可以说嘛，扎吉大古鲁米亚，就是古鲁米亚，就天气里面那个太阳一直跑来跑去，一直出来，我们要把它射下来，这样子，这个话成立吗？我觉得不成立。还是不成立哦？对对对，成立了那个属于后裔。好，那就这一句话我在后面打个叉哦。那一样哦。可是凯明，如果照你这样讲嘛，扎吉拉互相成为太阳，如果是2个人互相取暖，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互相取暖，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吴老师这边的，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要有互相的话，彼此成为彼此心中的白月光，有没有可能会是这么矫情的东西？我知道那个哈娜的意思啊，那个可能是那种在那种意境上面，我成为你的太阳，你成为我的太阳，我们互相照亮对方。对。那个吴老师，哈娜这样子描述的是另外一种情境，说我们互为太阳，我照亮你，你照亮我，这个话成立吗？我觉得不成立。我其他人都马古基说，因为你不是太阳啊，你就是赞美他，你是他的太阳。因为假如除非你说我是太阳，你也是太阳，才会马扎吉大了。因为对，前提就是说你是太阳，他也是太阳才可以。所以米粒老师，我知道你了。我们是人类，就不是，就只是赞美说你是太阳。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你有一个条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啊，大概就是它的逻辑上，阿美族人的那个文化没有办法理解了。我懂你的意思。不过那个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那个韩娜她讲的那种概念了。我们来看第4个，马阿乌拉，互相下雨，有这种话吗？明显的话就有，妈就没有说过呢。米阿欧拉是有，老师你说咪有哦，米阿欧拉塞有啊，米阿欧拉塞咕噜米阿是什么意思？就会有咪，就是天气一直下雨啊，就是梅雨季节，米阿欧拉塞要变咪才会变一直嘛。没有，老师，我现在要问你的是有没有互相的意思？马阿欧拉就比较没有哦。这个天气跟那个太阳没有。我先把你的记下来。所以那个米粒老师跟吴老师，或者是其他的组员们，有听过马阿乌拉这个话吗？没有，也不存在哈。我发现这个好像是大自然现象，就没有办法成立。我来了，马乌拉好像没有听过。对，应该是没有啦。不过你们的确认很重要哦，因为我现在有发现一个规则哈，大家仔细看这个太阳跟雨哈，它不是人类的行为，它是大自然的现象。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是大自然的现象，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互动，因为太阳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太阳嘛，雨不会跟雨互动嘛，就算是太阳也不会跟太阳互动。那这个可能就是吉拉跟乌拉，就是这2个字本身就是自然现象它虽然是妈型的名词但是它是自然现象。OK， 那大概有一个规则，我们再多确认几个。好，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确认呢。各位，你们很重要海绵会想说风雨交加呢，我觉得可以吗？可不可以？我问你可不可以？我觉得不可以。
对。老师你自己提出来又说不可以，对，因为突然讲到风雨交加，好，没事。所以不可以哦。没关系，我们先暂时把那个大自然现象的词根先删掉，这样我们就有规则了哈。要人类的行为才有办法互动嘛。哦，好，我们看第5个哈，马阿欧利，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翻译吗？互为，我跟你互为生命是有互为生命体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谁能够解释这个话？如果你讲我的就变成生命共同体，可是可以吗好像没听过，可是我们没有听过我的没有。那老师，你听起来，你觉得它的意思是互为生命体，就是有点像共同体的意思吗？对，共同体的感觉，对。如果我解释也可以生命共同体，如果这个字的话，如果是用 R 的话，就变成生命共同体。对，那个呢？美惠老师跟吴老师呢？你们怎么解释这个字？就是像美丽老师这样说、这样想，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可以这样解释。美惠老师，你直接把米莉老师改名成美丽老师。她叫美丽啊，我都叫她美丽。好啦，三妹老师的解是吗？释应该是啦。你认同米莉老师的说法吗？就是变成互为生命体，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意思吗？这个马阿欧利，你可以你自己的语感是可以这样解释吗？可以哦，因为我不太晓得它真正的意思啊。如果是马啊，就互相的话，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了，什么共同生命啊？生命共同体啊，就是对，老师生命共同体的意思，我用白话一点讲啊，就是我跟你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你遭殃，我也会遭殃。哦，这个是马阿欧利的意思。我想一下，我跟你是应该是可以啦，可以吗？还没有时候就说我的吉他一定以加拿大，就是我们在地球上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可是我不晓得，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翻的话，变成说我的就是生命共同体。对啊，互相照应，互相什么？互相照顾的感觉吧，是有那个意思嘛？互相照顾，大家跟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对呀，有那种互相照顾的感觉。是对，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生命交给你，你的生命交给我嘛，对不对？就像夫妻，就是有点像生命共同体嘛，是吗？所以那个其他的那个成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顺便学那个很高深的阿美族词汇如果要造词要学会那个叠字我发现叠字的话很有意义，很多意义都跑出来。没有问题，没有其他的意见吗？好吧，那就当大家都认同。因为没听过，所以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先用那个，就是说这个原则去推。那如果你的语感没有这一块，没有关系。那我们看那个像吴老师他们那个比较长辈的，看能不能感受这个词汇。如果能够感受，我们就当他这个词汇是可以那样用。有一个问题，请说，谁讲话？苏贤哦。你说。像那个无论像那个米杂以上吗？你再讲一遍，我没听清楚，再讲一次。上面那个无辣可以米杂几上一直出太阳吗？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会回头来研究这个妈型的名词变成一直，先不用急，我等一下还会回头。所以这个一直下哈，我们不是这一次的重点哦，是互相。对，因为我刚刚有发现规则了，就是你的妈型要转成咪的时候才会变一直，所以刚苏贤问那个问题应该是正确的，一直出太阳。好，我们那个生命共同体哈，我们就当成是那个我们那个吴老师啊、美惠老师、米莉老师，如果3个组长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就当它成立哈。好，下一个第6个骨头哈，马阿乌嘎，马阿乌嘎，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跟你都很瘦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互相都很瘦，对，马阿乌嘎给的，是这样讲吗？有感觉，马阿乌嘎给的，有。所以美我们惠老师两个都很，你讲这句话的话，你的语感上是接受说互相都很瘦的意思，是不是？两个都瘦子，可以哈。两个都瘦嘛，啊，我嘎给他，哦，那嘛对啊，啊，我嘎给别人一单啊，这样，我这样子理解你，像在这是我在的理解。里面没有办法用马欧嘎给他这样做而已，没有马欧嘎给他，没有互相，我们没有互相瘦啊，互相有骨感。那个米莉老师，如果加个马啊五杠的那个啊加进去，你会听成什么意思？就变成骨头跟骨头打架了。哦，所以你听成是骨头碰到骨头，是不是？对。我知道了，但还是有互相的意思，但是它不能解释说互相很瘦，对不对？对，我懂。但是他是说骨头跟骨头互相那个互相碰击碰撞。对。老师，如果你用更白话的讲法，或者是比较短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就是，拜拜。变成说马乌嘎吉达就是我们很瘦这样而已啊。没有，那个马乌杠我们知道，我就说再加一个啊的话，就是说你会怎么简单的讲这个词汇？一群瘦瘦的人啊，一群瘦，一群瘦瘦，我知道那个感觉很像什么？因为你看一群瘦瘦的人才会碰面的时候才会骨头碰撞骨头啊。我刚，不要，是不是这个？我刚是都是骨感，就是都是一些骨感。吴老师，我描述一个情况哈，有一群哦，就是一群女孩子嘛，为了要减肥嘛，她们就1个礼拜不吃饭嘛，就瘦的跟皮包骨，就她们见面的时候拥抱啊，就是拥抱的过程就是马五杠三辣，就是他们很像骨头在跟骨头碰撞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没有呢，没有这个意思哦，没有不会，很少说会我刚。只是形容说非常瘦，是吴老师是指一个人吗？还是指一堆人？一群很瘦的人，对吗？他们都很瘦，就是指2个以上的人很瘦，对不对？那我知道了。如果是指那个伊索比亚那个国家很贫穷的，可以这样形容吗？啊，我刚一群瘦皮猴。哦。一群瘦的人在一起的，一群瘦的。我大概念着我大概念讲着整句话这样说。可以，没关系，只要是有2个以上互相都很瘦的话，这个解释就成立了哦。只是说他没有办法直接翻成互相了，就是都很瘦这。好，我大概知道意思哈，我们再往下哈。好，一样哈，我们那个马嘎巴变成马嘎嘎巴，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也跟上面一样，就是一群
一群很漂亮的人在一起啊，要是吗不要变成最漂亮的？最漂亮的变成最漂亮的马嘎嘎巴嗨，哦，它有变成漂亮，对，哦，变成很漂亮，变成比较级最高的那个部分。变成漂亮的哦，它不是，我懂你的意思。嘎巴，它强化它的漂亮，不是普通漂亮，是马嘎嘎巴，特别漂亮。哦，所以它这个它是只有那个吴老师，我问他马嘎嘎巴，这个是形容一个人是不是？形容一个人变漂亮了，变漂亮或是最漂亮，也就是马嘎嘎巴，最漂亮或是变漂亮啊。OK，要变成最最大最高级的因 ES 为我们加一个嘎的时候，变得最漂亮，不是非常变成最最了，已经变成最了，最漂亮。所以马嘎嘎巴就是已经变成最漂亮了，所以这个就没有互相的意思了。没有互相。马嘎嘎巴变成很漂亮。所以它那个意思就是不太一样。这个妈型的名词比较特别，没关系，我们继续再归纳看看。所以马嘎嘎巴就是变成最漂亮。那个美惠老师，你的语感也是这样吗？马嘎嘎巴，马嘎嘎巴对。可是我有听过老人家讲过，就是说嘛，嘎嘎巴给大就是我们一起变漂亮这样一起变漂亮。对啊，一起变漂亮就是说买那个花帽啊，或者他们在讨论啊，我们就买一样的，一起变漂亮这样，类似像这样，或是买那个口红啊，买一样的这样，一起变漂亮。嘛嘎嘎巴给大有听老人家讲，就是我们呢，单独马嘎嘎巴是变漂亮而已了。加上大家是变成我们。是啊，是啊，大的话是我们。我懂了。这边含义有一点，就是说马嘎嘎巴或是给大的话，就变成我们变很好。马嘎嘎巴给大，我们变很好，关系很好，关系良好。对。关系变好。所以这个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关系变好的话，就是有互动的关系，对不对？应该有变得关系互动变好。所以这边不能从漂亮的角度解释对不对？关系变好，对，关系变好嘛，嘎嘎巴也是最漂亮啊。不是，我们如果变漂亮，可能是另外一个构词原理。那如果我们找到说它的两个关系变好，就是我的关系跟你的关系互动变好，这个就是有互动的感觉嘛，对不对？这个有互动了。对。还是保留？对啊。还是有了，那这样子就是可以解释，对，这样子就可以是那个彼此的那个关系变好嘛。有了，我们尽量给他解释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要找原则再来一个，就是说下一个第8个马拉拉后，互相吃午餐一起吃午餐，一起嘛，一群人吃午餐，对，马拉拉后。对啊，就是大家都在吃午餐，没错所以这个就可能不能翻成互相，要翻成一起吃午餐。互相本身就有一起的意思那一样嘛，马拉拉费就是有一样的概念一起吃晚餐嘛。好像不是马拉拉费是要准备晚餐呢。是对啊，准备晚餐嘛，马拉拉费。老师你讲互相吃晚餐呢？马拉拉费
老师，你讲的是马马拉费呢？我们是马拉拉费哦，不是马马拉费哦。马拉拉费，马拉拉费，好像要准备晚餐的马拉拉费。啊，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你在构另外一个字了。你把那个马拉当成一个前缀哦，马拉拉费就是成为晚餐嘛，对不对？马拉拉费，对呀。那如果我们讲说对的话，就变成马拉拉，变成晚餐了，就变成晚餐了。嗯，好，那美惠老师，你刚刚讲说你听到马拉拉费，你也可以听成互相一起吃晚餐。你们那边有这样用吗？用的机会比较少。马拉拉费古啦，马多阿塞一定来伊是费讲马拉拉费，就是说他们一群在那边吃晚餐呐、我的语感是这样，马拉拉后一群人在一起吃，一群人吃饭，跟马拉拉费也是一样啊。如果是马拉拉后一群人吃饭吃午餐，那马拉拉费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马拉拉费kita is fit，我们一起去吃晚餐，这样去那个 Sophie 那边吃饭，马拉拉费就一起吃。所以还是这样可以吗？可以，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各部落可能就是对这个词汇的语感可能不一样的，比较生疏，对。要整句话解释才会变成那样。如果单独那个词汇就两种意思。对对对。好，那没关系这个词汇意思不同，如果换了一整句话的，就意思就不一样。那个吴老师，如果我说马拉拉费古拉，马拉拉费古马多阿萨伊尼亚肉，你这句话怎么翻？这就是一群老人家一起吃饭呢，对嘛？可以嘛？哈，也可以呀。所以老师，你刚刚的意思说，比如说那个乌达都根古马拉拉费亚古，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样说。那就是妈妈拉比，然后你干咩什？就说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晚餐了。妈妈拉比后那个妈妈拉比后。所以是另外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说法。OK， 就看后面的句子是什么，所以它的意思是不一样。好，那没关系。那个吴老师，所以那个马拉拉费也可以当成是互相一起吃饭，一起吃晚饭的意思嘛？哦，那 OK 了，可以这样说了，可以。那应该下面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应该这个是吃早餐哦，一起吃早餐嘛。马拉拉难，这个是不是就一起吃早餐？应该没问题哦。按照上面的，应该可以沿用，可以哦。所以早餐、午餐、中餐应该是早餐、晚餐、中餐应该是都可以这样子推论嘛？可以哈。米粒老师也可以吗？这个那个马拉拉费，就说很像有一点感觉是要吃晚餐，马拉拉费准备晚餐了。对，准备快要吃晚餐了。妈妈拉费都干咩讲？我们老师，你们念了之后哈，你们其实是念马拉费呢，你们不是念马拉拉费哦，马拉拉费，对，马拉拉费将要去吃晚餐。对，因为妈妈拉费是真的有这个啊，这个是未来式啊，将要吃晚餐啊，妈妈拉费，对啊。所以把它当前缀就变成准备晚餐了，未来式。对，所以你如果是把那个马拉当成一个单独的前缀，不一样，对，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就变成晚餐了这样。对啊，所以就完全看整句话这个字要怎么使用。对。OK， 那可以啦，只要有解释到，我们就把它认为它成立啊，因为它可能一个词汇有两种意思，那没关系。好，我们又碰到自然现象了哦，这个自然现象应该也没办法哦。我们刚刚那个出太阳，还有那个下雨哦，这个应该也不能成立哦。请问那个你们对于法力有什么看法？
成立吗？这个句子，马法法力，互相吹风，应该不行哦。一起吹风，一起刮风，无法成立。这个话应该也不成立哦。下面的就比较像。所以老师，你们那个马法法力这句话成立吗？我觉得不成立。不成立哈、哦。台风还可以用了。没关系，我们台风下一个。那个美惠很大呢，美惠老师大特别你马法法力，你那边有这个话吗？如果是风很大的话，我们会讲说马法法力古鲁米阿马，我想一下，可以这样讲哦。如果我听过那个阿塞说，那个突然风变大的话，他怎么讲？我想一下，我忘了。大阿古法力讲就它风很大。他一个说法，好像是风我也想不起来，应该是没有说了，就是马法法力。我要想一下哦。老师，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听的时候，你会听成什么意思？马法法力好像是风很大，你会把它听成风很大。那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那我如果说马阿乌拉，你会不会听成雨很大？马阿乌拉，对啊，马阿乌拉雨特别多，雨量特别多。那老师，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哦。如果我念马扎吉萨，你会不会听成太阳很大？马扎吉萨，对啊，马扎吉萨，马扎吉萨，你会听成太阳很大吗？可能是烈日当空吧，就是太阳是烈日。那个美惠老师，你们的部落好像有意思呢。等我一下哦，我故意问这个3个自然现象，你的解释都有一致性呢。好，美惠老师哈，没关系，你比较特别哈，因为你的祖先是拉兰二十哦，你们是来自南方的。那个老师，你看哦，马扎基范、马阿乌拉、马法法利，你这3个词汇你再看一遍哦，我把它放在一起。这3个是不是在你的语感上都是显得非常非常大的意思，就是有程度改变？比如说马扎吉大就是太阳很大，马阿乌拉就是雨很大，马法法利就是雨很大。你是这样解释？我是经常听老人家说马阿乌拉就是雨特别大，雨势特别，雨量特别多啦。是听过这样的话，就是马法法利就是就是风平常是很自然的吹，可是那一天突然有狂风啊，就是好像是要台风前的那个前兆，马法法利乌纳鲁米阿要台风了，这样。好的，太好了，你们那个方言别有特别这样子，因为你看呢，我现在特别把你这3个放一起的原因是，3个都不能解释成互相，但是它可以描述成程度。好，吴老师，我想问你哦，如果美惠老师把这3个不是改成互相，改成程度变大，你那个秀姑峦那边的语感可以接受吗？比如说第一句嘛，扎吉达怎么一直不晒一直晒太阳呢？扎吉达是干么啥？一直晒太阳做什么？扎吉达是一直晒的。比如说阿欧拉是一直下着雨。然后我们是下面啥？马法法利，对啊，一直刮风。所以有呢，老师，其实你再讲一遍，好像我再把那个最后一个也是自然现象放进去哦。可以用程度啦，就是说太阳特别烈日当空很烈，或者风特别大，这样。
没有互相的话，就是用程度。老人家也是这么讲嘛啊，ora 就是语量特别大，这样。我现在把这个几个那个美惠老师，我再问你你看那个下面最后一个那个法利尤斯那个台风的部分呢、那法利尤斯是不是一直不对？哎，台风呀，特别，就是这一次的台风特别大。夏天嘛法利斯那就是季节，季节怎么讲去了？夏天嘛，对，好像是季节怎么讲去了？就是那个夏天的季节，就是常常有台风嘛法利尤斯。用程度的话就比较恰当。台风特别多，是不是？对，夏天将要有台风。马法利尤斯也可以这么解释。将要有台风哦，讲马法利尤斯，看到天气变化，马法利尤斯这样子，看到这个大气的变化，就好像快要有台风的时候，我们会说马法利尤斯后面啊讲。妈妈，吴老师，你用妈妈法利尤斯吗？法利尤斯。哦，也可以这么解释。可能会有台风。法利尤斯就是将要有台风。说台风对的前兆啦，就是马法利尤斯。将要有台风。现在我们把这个4个放在一起的原因是，这4个都是大自然的现象。那个刚刚吴老师那个第一时间念的比较是妈妈法利尤斯嘛，对不对？所以吴老师你们那边的法利尤斯也是将要有台风的意思吗？对呀，可能会有台风哦，讲马法利尤斯，看到天气的变化，就可能会有台风，马法利尤斯。也是会有这个意思。好，没关系。那我们把那个将要有台风这个意思先拿掉这个部分嘛，法利尤斯有没有那个台风特别多、台风特别大的意思？吴老师，你们那边有这个意思吗？不会说很大，只是说会有台风。只是说会有台风的意思所以你们那边比较是倾向妈妈法利尤斯的解释那个米粒老师呢？你们如果你解释这个句子，有没有台风特别大、台风特别多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我不能解释。不能解释没有关系，不能解释也是一种解释。对，好，那太好了，那我们再开放这个我们试着要把这个自然现象找到一个规则因为那个美惠老师他解释上面3个马扎基拉、马阿欧拉、马法法利他都有特别强调是有特别大、特别烈、特别多雨。请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部落也有这样的意思？各组组员有没有？都可以发言如果没有就没有，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找到一个。没有。都没有，那个没有，都没有怎么美惠老师为什么只有你们那边有？马法利尤斯有。对。那个松林大哥，你要讲什么？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马法利尤斯都台风将要来了。对呀，你的解释跟吴老师一样啊。对啊，我知道啊。我们现在是想要解释说它有没有特别程度的不一样。所以你们都是解释将要。对。美惠老师还在吗？美惠老师有啊，我还在想那个马欧拉。你那个最后一个马法利尤斯，你的解释比较具体，你会怎么解释最后一个马法利尤斯？
Mafafariusku 那弗拉讲就是这个月就是台风特别多对啊，没有，Mafafarius 错，的没有解释是错。这样。所以老师，你们那边的解释有一致性啊？你们那边的自然现象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都有表示程度特别大、特别多的意思，你们有呢？我们是有啦，就是Ma'aurashuna，就是对啊，说雨量特别，这个月份雨量特别多。马法法力就是说，平常风是自然的嘛，特别强烈的时候嘛，法法力乌那鲁米阿讲，我知道。好，美惠老师，你等我对，一下哈。我刚看到那个张光忠老师啊，小白老师，你有在吗？小白老师，有，小白老师，哎，我那个在你们打里萨干跟那个拉兰那是最好了哈。如果你的意思跟他一样就对了。老师，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哈，马扎基汗你会怎么解释？太阳很烈吗？马扎基汗，马扎鸡蛋，你怎么解释？我放大一点给你看哦，我怕你我看到了，马扎鸡蛋，嗯，应该是马扎鸡蛋啦，对，对不对？你怎么解释？马扎鸡蛋好像是被太阳照了，被太阳照，好老师，像是我问你，你听到马扎基汗，你有没有觉得太阳特别烈，太阳特别烈的意思？也没有哦，没有还是哦。也没有呢，马扎鸡蛋，要不然的话就晒太阳啊。哦，那第二个问题哈，马阿欧拉，那就是常常下雨嘛。哦，这个有啊。第三个呢，马法法利，马法利不是将要马法法利，不是妈妈法利哦，马法法利。好像有两个台风在互相吹嘛。你这个有两个台风哦，两个台风互相吹哦，对呀，马法法利哦，你有这个解释哦？有我的感觉。那你讲的应该是最后一个马法法利 use 才对啊。马法利啊，马法利，两个电风扇在吹嘛。互相吹这样哦，马法法利哦。对呀。它最后一个呢，马法法利 use 就是有两个同时出现两个台风，你会这样子讲。马法利 use，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啦。哇，这个自然现象怎么那么复杂？好，我们问那个阿力克老师有在吗？阿力克老师有。阿力克老师是那个这四个你怎么解释？如果是那个怎么马法利起风，马法利，哇，还更不一样啊！其他三个呢？马法利是起风，其他三个马法利度，或者是马法利有度，就是即将是要起风了。就像刚刚小白老师讲的，两个风在一起，法利，可是这不成立。如果是台风，就可以说马法利又即将有台风产生了。哦，你的比较会解释将要啊，你前面两个呢？马扎吉萨跟马阿欧拉。如果是铺晒的话，就马扎吉萨了。我会讲说，当然你会讲说米吉扎吉萨，那比较顺了。米吉扎吉萨，马扎吉萨是没有。马阿欧拉一直下雨。马阿欧拉，哇，你翻成一直下雨啊？哦，马阿欧拉，马卡欧拉嘛，对，马卡欧拉要下雨了，马阿欧拉要下雨了。马卡欧拉，我的解读这样。常常下啊。OK， 了解。好，没关系。我现在有发现那个自然现象哦，没有办法把它们放在一起哦。那个顺便我问一下那个
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你看一下我现在标的哦，黄色的部分，这个字对你怎么解释？马阿乌嘎，马乌嘎是谁动嘛？马乌嘎是很瘦嘛？对啊，只剩下骨头的那一种瘦。哎呀，马阿乌嘎呢？加个啊。马嘎乌嘎，还是马乌嘎？对，马乌嘎，好像有一群瘦子。那个牛好像一群牛都很瘦的意思哦，所以你有那个一群牛是互相都很瘦嘛，对不对？哎，马我哎，这个我好像我可以形容它这一群牛是很瘦的。哦，对呀。所以你会说马阿乌嘎古拉古隆，有马汉这样子哦。对呀，对呀。这个话成立吗？我不会有那个那一群在田里的牛都很瘦这样。除非说我看到那一群牛啊都很瘦这样。那没有错。我看古拉古隆，对，那一群牛都很瘦。OK， 好，没关系，老师你也回答了，你这个至少在第6点是一致的哦。那我们现在唯一没有办法归类的哦，就是自然现象，好像自然现象没有办法在妈型的名词里面找到固定的规则，其他的都可以哦。那我们休息5分钟哦，6分钟到8点半回来哦，大家再想一想这个自然现象有没有别的名字？我们休息6分钟。你在期待吗？
好，那个时间8:30哦，我们剩下半小时讨论哦。那也跟各位报告哦，那个最难分析的就是妈型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那个很这样怪怪的哦，它就是阿美族的那个动词里面最复杂的那个类型哦，妈型的动词。好，那我们继续哦，我们就把刚刚那个妈型的再跳回来哦。那个再请3位组长再帮我带一下哦。第一个哦，我们讲那个刚刚讲那个马达呆亚哦，我们就一起工作嘛，互相工作，这个没有问题。好，我想问一下，一直在工作怎么讲？是不是咪达呆亚？是吗？等一下没有咪达达呀啥来？要怎么讲？达达呀啥？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构词？就是说，比如说咪沙达呆亚有这个话吗？米粒老师，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前面加个沙。沙达达呀啥？就是说一直工作。对对对，对，米沙达达呀，米沙我就比较没听过呢，加了一个咪。你说如果加个沙，你就会觉得他是一直工作，是不是？沙达达亚，对是哈对， ？OK， 因为沙达达亚，它这个是一个词根啊，还太不完整哦。没关系，这样表示可是加一个沙就变成是工具呢，对不对？哎，这边的不是工具，这边比较是类似像是那个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好像假装工作嘞，是他呆啊，对呀、又有另外一就个，假装出来。所以没有好，对啊，对啊，没有关系。那我先不要造词哈。老师，那个吴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直工作怎么讲？啊，他那个嘎造一直在工作，你阿美语会怎么讲？ Tatayar sa. 你就是加后面加个沙，是不是？嗯，他这个意思是就一直工作这样。对，Tatayar sa jika 招这样，打呀沙打就这样啊。造一直工作，Tatayar sa。OK， 理解。后面加个沙哦，就会变成一直工作的意思。好，我们慢慢归类，搞不好是真的是这样。好，没关系，我们一次哈，老师美惠老师，我先根据你的版本一次到位哈，再看大家的意见哦。美惠老师，你可不可以继续照那个一直耕田？你会怎么讲？一直耕田？一直耕田哦。对， Mamau masa 你怎么妈又跑出来了？啊，Tatayar sa 一直耕田哦。那不是你问后面下面不是马无吗？对，我在想说你的规则是不是应该那个前缀不见了？你会讲啊乌玛萨，会不会这样讲啊乌玛萨？有一个说法，Kakao masa，Kakao masa，Kakao masa 读吗？一直耕田哦。嗯，Kakao masa 读吗？哇，这没有规则。老师，那我问你哦，我讲啊乌玛萨，你听得懂吗？啊，乌 masa 没有呢。所以没有规则。对啊，Mamau masa 有啊，变好，吗？老师，那我问你哦，一直活着怎么讲？啊 ，orip 啊，orip 呢？有呢，啊有啊， ，orip 老师有，这个你就一致了，啊，orip 呢？不用对，闪奈啦，傻就好了。好啦，啊，orip对。Gora tam sao？老师一直活着，你这样可以哈，你可以这样，可以哈。啊，orip 一直活，对，我这个应该翻成活着。活着。哦，好，那一样哦，一直很瘦呢。啊，五嘎萨啊，五嘎萨，你可以这样讲吗？啊，ogaksa 可以吗？啊安，可以呀，啊，ogaksa 一有了有了，直瘦。啊，ogaksa gora 发挥。有。好，老师，我们以此类推哦，好，就是你这个是不是就都这个加个沙，这个句子就是你的一直的意思了哈？对，好，那如果是下一个，他这个嘎嘎巴萨有这个话吗？什么意思？有啊，一直漂亮。对啊，啊，是啊，那没有错啊。有找到规则。没有老师不一定，我们看等一下看其他人哦，有没有不一样的对呀看法？我先把你的版本。讲，那老师一直吃午餐呢？啦 Hoxa 是不是？啦 Hoxa 对。哦，有了，加沙就对。变一直了哈。那后面的拉菲那个都一样哈。对。好，那大概应该你们那边的规则是这样固定的。就是后面加我们那个大自然现象先不要理它哈，大自然现象比较怪哈。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其他的，不管是组长或组员你们有没有别种讲法比如说一直工作，一直耕田，一直活着，
一直很瘦，一直很漂亮，一直吃午餐、吃晚餐、吃早餐，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说法？那个凯明那个第二个，我们不会讲啊乌玛萨。哦，这个对，那个什么，刚刚那个美惠老师也不行。毛玛萨。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猫。老师，我分析给你们听哦，那你们应该这个字要重新改，你知道吗？这个字哦，应该是这样。这个以前好多争议哦，原来你们刚念我就知道应该是这个字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哦。我们一般啊，在那个我们讲的马来或者是恒春系统哦，他们一般哦不会念五骂，他们会毛骂，就是这个字哦。我先用这个标给你们看，是这样。好，它这个字本身就是那个动词哦，他们一般耕田会加个咪毛骂，这个是他们的讲法。哎，现场有马兰。那个，小白老师，你们是不是这样讲？咪毛嘛，对不对？所以，那如果我们加个妈，可不可以？马毛嘛，可以吗？对啊，一直做啊。没错哈，所以啊，逻辑上哦，它就可以改成这个字了啦。妈，就是说，我们在它的后面哦，加个沙。前面哦，从父子音加 a， 哦，这个字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哦，前面是个妈，后面是个沙。妈。哦，大家有看得懂这个吗？这个其实应该才是真正的写法哦。对。所以老师，我问你哦，一直耕田是不是马毛马萨？是不是这样讲？一直工作，一直耕田。对呀。是这样讲哦。对。老师，我现在标黄色的字，这样写正确吗？毛嘛，对呀。毛萨，对不对？对。一直做农了，一直工作了，没有错。所以其实这个无骂这个田这个字应该是后来变出来的。是你们如果有听那个阿美族的历史，有没有？就是说我们那个最近一直在做的那个历史，阿美族从来不会种田。对，阿美族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他以前根本没有这个田这个字。他只有去务农了，所以毛骂这本身是个务农的动作，但是不一定是种田。那后来生出了田，就用这个字去生出田嘛，才会导致现在所以那个美惠老师，嗨，你看你的一直种田是不是这个黄色这个字？毛玛莎，对。没错啊，那完全对啦。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大概知道原因就好了。好，我们继续回来我把这个贴过去可以从这个字可以知道我们阿美族以前不种田，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有听阿美族历史就知道了。好，我们来往这个下面看好，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字全部加沙的，有没有人你们那边不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说你们一直怎么样不是加沙的，也没有重复前面的子音，有没有人不是这样讲法的？可以提出来哦，因为这个是美惠老师他们那边的说法。
可能我们就不会前面加一个妈，就变成毛马山，毛马山。就是说没有妈，没有多一个妈，对不对？对。OK， 理解理解，对。这个无骂这个字本身比较怪啦，所以我们到时候不要把这个字放在教材里面，会避免那个有争议哦。好，那其他的呢？米粒老师，那你看其他的字你那边也 OK 吗？说啊 ，olip 是不是？对，全部啊 ，olipsa 啊 ，ugaksa 嘎嘎巴萨这个全部的有加沙的，你有没有你们那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我觉得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讲。ugaksa 这样，对，一直很瘦这样。对，这个我告没关系部分。那米粒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们那边一直都很瘦，你会怎么讲？马欧嘎这样子而已。哦，就描述很瘦，但是没有一直很瘦，没有这种说法吗？就变成说马欧嘎都这样子，马欧嘎这样。哦，你们用那个语调做，对，OK。或是说马欧嘎沙安，就是变成说马欧嘎就是一直瘦。所以你们还是会有那个妈出来嘛？对，妈我们那边叫蒙一六或者是蒙古力。蒙一六。对，蒙一六蒙古力。我那边是蒙古力还是蒙？蒙一六蒙古力。没关系，因为那个你六它是形容词啊。我们现在全部都用名词哦，所以你们会觉得怪，是因为我故意找今天问你们这些词，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名词，而且是妈型的名词，特别怪。其他的规则比较固定了，就是这个。所以那个我们那边生病的人也会一直讲，因为他就一直瘦嘛，他生病啊，我刚这个单上啊，他还好这样，就是他一直在瘦这样。慢慢在消瘦，这样我们会这样说。对，所以你们也是一致嘛？这种讲法。对。哦，那可以啊。我问一下，伊利，你是哪一个方言别的？马兰啊。哦，马兰哦，那你跟那个谁很近嘛？你跟那个美惠老师那边，对，那应该差不多。好，有没有别种的说法的？就是说。那个我上面列那个蓝色字的沙，有没有人认为有一个沙是你没办法接受的那我们会稍微先听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要不要做一个微调。都 OK 哦。所以美惠老师你这个讲法，大部分的人都接受啊，有几个字比较没办法。松林大哥，你来讲一下你今天很少叫你对，忘记了。因为都对啊，后面都对都对了，然后只有那个嘎嘎巴萨就不会了。那你那个嘎嘎巴萨你会怎么翻译？一直漂亮，一直漂亮小白老师是一直漂亮。那松林大哥呢？嘎嘎巴萨一直漂亮，一直都漂亮。所以那个海岸那边没有这样讲那松林大哥，那我想问你，一直都很漂亮，你会怎么讲？这个女生她一直都很漂亮啊，好像没有变老变丑的时候这样。
不会直接这样子解释，我们会讲，如果说你一直很漂亮，乌亚娜，度过乌亚娜，就这样就一直乌亚娜这样子，没有说嘛嘎嘎巴，我们不会讲这个，对呀、那个那个阿力克老师，你可不可以就是把整句讲一遍看看整句？你说这个吗？第7吗？就是说这个女孩一直都很漂亮，你会怎么讲？这个女孩乌亚娜，度就这样子而已啊，乌亚娜，就这个法律就一直这样子都没有变，乌亚娜都这个法律技术，乌亚娜都。另外一种说法，乌亚娜做个很漂亮，这样那个老人家，没有变。可是我们那边没有人会讲说马巴巴，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哈。哇，不过你讲这个构词，哇，这个词好，真的很有意境呢。乌亚难的乌亚加一个难，再讲乌亚难都嘛，对不对？是都哈。就没有改变了，乌亚难的乌亚是看不见的那个嘛，难是曾经嘛，度乌亚难度，哇塞，这个词，这个老人家才构得出来。那个好，没关系，我们那个如果部落没有这种讲法没关系，这可能是方言别哈。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第7个哈，嘎巴嘎嘎巴萨，有没有另外除了那个海岸的是这种讲法，有没有别种讲法？因为我可能会根据你们的反应哈，会是嘎嘎，他韩国槟榔案就是行为要漂亮一点，我们会用这个嘎嘎汉槟榔案。哦，你会放在那个哈，对，不是描写他们的那个外貌，对，嘎嘎韩国槟榔案，我啦，我们都阿塞米的弄这样子，我会用这个。我懂你的意思。所以他这个本身哦，刚刚我们那个马嘎嘎巴也是不是说互相漂亮了，而是彼此关系变好。所以嘎巴这个本身它的词根是青年嘛，青年可能有漂亮的意思，也有行为端正的意思，可能就是那个你们要描述的，没错。那应该说嘎巴不一定是漂亮，它可能有别的意思。对。也说行为很好，对。不过你们刚刚那样讲哦，或者是这个把很多大压可以哈。那就对了，没错啊，他就是不要解释成漂亮，你们就会。那你们刚刚的后缀好像是用嘎嘎巴喊哦，是用喊还是撒？撒可以吗？撒。对啊。撒可以啊，完美落地啊，嘎巴撒。可以嘛，可以撒就好了。好，那原则上好像这个的那个构词好像可以哦，就是用那个妈型动词。我下个结论哦，因为这个比较难，因为咪型哦，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各位统计的咪型哦，咪型就变得相对的简单哦，它就是很有规则哦。咪型就是咪型的名词哦，就是重复词根的第一个子音加 a 你看你们看那个画面很工整，而且都完全没有例外哦。这个就是一直持续的动作可是到了妈型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妈型的话，你要直接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第一个它的意思就不对了，它会变成互相一起或者是都。你还要把它转成一直的时候你要把前面的妈这个前缀先拿掉，后面加个沙，那就变成它的规则是把妈去掉，后面加个沙。但是你的词根要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大概它的规则是这样。我这样子下结论，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
觉得这样的结论不太好？如果认同的时候按1。我们在那个讯息栏，对。刚刚新燕有问说一直放晴呢，都没有注意他的讯息。新燕好像离开了哦。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哦。这个就是那个要靠众人的智慧才有办法哦，这个很难呢。那个目前分析叠字最深入的是那个蔡宗涵跟那个曾思齐编的那一本语法结构的就像上个礼拜四那一天，马八路那个我穿头套。马八路哦，互相打。对呀。马八路哦，那个也没有一直打，你知道吗？对呀，他不是一直打，互相打。他是互殴啊。对呀。他没有一直。对，没错。就一直伤脑筋了，我就不敢写下去。那个松林大哥，那我问你哦，如果是一直打架呢，你会怎么讲？保路杀。对呀，有没有？你就直接按杀了，对不对？对啊。保路杀就是一直打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规则啊，我们要教给学生就是教规则。后面就会变杀了。如果保路就是互殴而已，没有一直。对，没有错。好，那刚好那个松林大哥提到这个哦，松林大哥刚刚讲的是妈型的动词的词根哦，所以妈型的动词的词根跟妈型的名词的词根的用法哦差不多哦，那我们就不探究了。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蓝色的字哦，我们剩下5分钟哦。刚刚苏贤他有跟我提到说，他好像说那个用妈再加上那个词根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吼，通常是不是可能有翻成3种意思？第一个一起，第二个都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吼，马扎基萨吼，可不可以解释成那个？台东、花莲、宜兰、台北、高雄，到处都在出太阳，马扎基萨。可以这样形容吗？可以。小白老师可以哈。那同样的道理，小白老师你继续哦。比如说台湾各地到处都在下雨，可不可以讲马阿乌拉？可以吗？马阿乌拉，到处都在下雨。马嘎乌拉，不对。马阿欧拉有啦，有哈，老师，你听到这个意思有那种，比如说台东啊、台北啊，到处都在下雨，有这个意思吗？对，有哈，有。那一样哦，我们继续哦。那第3个嘛，法力有没有那个什么？哦，那个今天的风很大，台北也在刮风，台南也在刮风，高雄也在刮风，花莲也在刮风，有这个意思吗？嘛法力。马法力，到处都在刮风。马法力，这个我就比较没有那个了。马法力，临近的有吹风。老师，因为你刚刚的解释是2个电风扇互相吹嘛，马法力啊。对啊。对不对？可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应该你用2个电风扇吹嘛，到处都在吹风的意思嘛，是不是？到处都有风，对，也是有类似的意思嘛。很勉强呢，可是很勉强，很少听到这个。所以老师，你的马法力你会翻译成互相吹风，是不是？对啊。哦，可以啊，他那个意思有一起跟互相。
哦，所以你这边没有办法翻成一起，就翻成互相就成立了。然后老师最后一个呢 ，Mafafalius， 你比如说美国也有台风，大陆也有台风，台湾也有台风，非洲也有台风，我说到处都 Mafafalius 可以吗？应该这个Mafafalius 这个的话有互相影响的。你的意思说有2个台风互相影响这样哦？对。哦，所以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要么就是到处都有，不然就是互相怎么样，对不对？好，那我懂。有一点互相吹的意思。对。好，我们听完那个小白老师的分析之后，那个，请问那个，你们对刚刚那个什么，就是2个意思，一个是互相，一个是一起，或者是到处都是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我们针对那个妈加上重复子音加 a 词根的部分，妈什么什么的，我们可以翻成互相，或者是到处，也可以翻成一起。有没有别的意见？我们把它归纳成这样子 ，OK 吗？美惠老师，到处扎吉上，就是到处，就是台东、花莲、宜兰、台中、台南，到处都在出太阳，可以用马扎吉萨这样讲法吗？或解释成中文就到处也是可以的。你的语感可以OK， 米粒老师呢？我无法无法成立。你的部分不行了。对，我觉得把吉萨了就好了，就没有说我懂你的意思。太阳在互相怎么样？我懂你的意思。那如果是到处都出太阳，也不能用马扎吉萨在你的语感上。对 ，OK， 好，吴老师呢？吴老师，因为我们比较少这样说啦，我没有这样的语法。马扎吉达我们没有说马扎吉达，如果有扎吉达的话，就是在外面晒太阳。就只能这样解释。那老师，你那个马阿乌拉也不行，到处下雨吗？对，不会说到处下我那时候一直下雨。你这边翻成一直下雨但是没有法法利这句话，马法法利没有所谓马法法利这样的说法。所以没有那个到处刮风，没有这个意思没有叫什么法法利，除非就那个最后一个马法巴利欧斯，我们的马法巴利欧斯可能会可能会台风。对，我懂你的意思。马法巴利欧斯是你的啦，剩下的。台风将要来的意思形成了。我懂了。OK， 我们那个大家对于自然现象真的好像很难抓到一个规则，应该就是没有规则啦。我这样子下结论对吗？应该就是没有规则，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的自然现象好像在各方言别里面比较没有统一的解释，我这样说明正确吗？对，就是那个，如果是那个不能习惯用语不同，阿路就是这样啊，妈妈整那是没有嘛整那是，对，是有啊，整那是。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决议了我们在做叠词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大自然的现象放进来这样可以吗？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再讲一遍哦，我们在做叠字的分析哦，不把大自然的现象放进教材里面，赞成的按一，因为没有规则哦。好，目前呢都很多一哦，那没问题啦。那我们就因为问了那么多哦，不管是北边的或南边的哦，或者是海岸的，好像没有真的有特定的一种那个规则可以归纳哦。那我们大概今天就先这样子哦。好，那吴老师，那你帮我们下结论，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好，今天的大家的。Kalau saya minta ada hai ku kalau rumah-rumah no soal minta kasanya roh好，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本来就是每个地方的习惯用语都不同，所以没有什么对错，只要大家听得懂，那个部落听得懂，那就对了。所以今天大家的分享是非常的丰富。Sa hati ni ku kalau di saya minta Anjila hanan minta ku palo cho anikaput amala di saya itini hao. Hao bahasa satu kira bahan-bahan untuk kita. Aray, Hai mama, hai sisi. Hai, hati malang ko lemas na mo hao. Hai. Hai. Hai.